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新年恭喜！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21号礼拜三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迎接过年，除了盛大月灯港灯节以外，其实伫中西区嘛有3个灯会，同款非常的精彩。其中电信公组别今年就展出艺术会灯、彩绘会灯、加创意会灯等等，相当的精彩丰富，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虽然各行各业陆续开工，不过春节也是等元宵过后才算完满。其中位伫中西区的电信公组别，今年同款办成功灯会，而且配合建庙355周年以及新营延平王府的造节，将门面装点甲更较盛大。其中一入庙就南台科技大学的师生用包套片所设计的彩券造型。头戴官帽，身穿红衫，向前高来户的环保会灯相当显白。另外，额头一块挂伫前顶，正灯甲四周拢有的大红会灯、彩绘会灯以及泉州的艺术会灯等等，拢互庙内庙外充满过年的气氛。邀请民众把机会拢来欣赏元宵来遮摇灯卖。今年的这个会灯和以往无同，是讲我有老请这个学校学生来参加彩绘，所以后面这一些都是彩绘灯。咱看到这囡仔真有创意，伫老师和家长的这个陪伴之下做的会灯来做伙挂。当然今年的会灯照以往嘛是有摆这个泉州的会灯伫庙内，因为阮这是泉州庙，第4个是泉州，组织是泉州嘛，所以阮嘛是用泉州的会灯，个配合这个。台湾的这个拿花，搁漳州来的水仙花，这我变做是一个足有传统味的空间。所以过年时间到元宵我搁办灯谜，所以欢迎台南市咱这亲戚朋友、这市民好朋友来到这来第4宫祖庙来看这个阮春节办的活动这是真正有传统趣味的所在。当然，除了欣赏花灯甲水仙花，祖庙嘛提供点所有星光灯。过年期间，已经有侪电视家族，或是祭拜国姓爷乡亲，拢来点灯，祈求新的一档电线杆会当保庇平安顺利。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农历正月初6是清水祖师圣诞，全台开机上早奉祀清水祖师爷四群神龙3时，特别举办过平安桥祈福仪式。虽然今仔日拄好是开学的日子，不过游玩去引侪信徒甲民众前往向祖师爷祈福。全台开机4群神龙3时清水祖师庙，伫300多年前创建，现在是昆新地区民众的信仰中心之一。离正月初6清水祖师圣诞这天，庙方除了举办祝寿以外，搁办理过7星平安桥、软桥底等消灾解厄、祈求平安健康的仪式。上午都有侪民众带着全家大小，做伙祈求新的一冬拢会当平安顺利。今仔日咱举办这个平安桥，是就较早咱就一个传统落来，就是要互大家当求着平安伫今仔日这个新的一年嘛会当欢迎咱各地来咱开机，咱这是清水祖师，咱这是全国开机的开机上早的，就是讲有300几档的历史，所以讲有最近嘛拢有这个咱的台湾这各地台北桃园包括屏东，都为咱一寡这的祖师公庙拢有来来回乡。阮上这6、7、10当前阮老呢叫做过旱，过旱无像阮这个布置遮尔大，咱主要一个医疗下骹安一个36观众户就拄我经过这医疗，较早叫做过旱，因为即摆换到阮当的时阵较改做平安桥，因为这平安桥你看，阮一年一年的这个来咧过平安桥，你看阮的迄个信徒愈来愈成功。这是阮6、7年前都有这种迄个生日的事都有这种
种迄个各种仪式啦，吼。市昆新龙山市为2到暝一直到初6，拢安排一系列活动。参首伫初5暗时，就办了100多桌的平安宴，来为清水祖师爷祝寿。而伫初6暗时，要大会的仪式，来互民众解温。台新闻郑雅山、张伟忠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连过年时也增加真无平静。先是黄伟哲阵营2名志工，伫个社群网站来传播影片，结果佫造成陈廷辉甲黄伟哲双方互相指控外讹。对此，民进党议员曲丽丽、董品娥、郭清华甲林志典伫个过年期间召开记者会，另外副议长郭信良也提出反驳。4位议员曲丽丽、董品娥、郭清华甲林志典。初4即天，选伫台南市议会召开记者会，主要为了最近民进党市长初选网络外讹，互因实在看袂落去。尤其对手陈廷辉甲副议长郭信良的政治革命，4位议员为3当前议长选举，甚至关电更替事件，一再批评，如果对手出线，等于污民执政，因反对这种肉烫政治。今天陈廷辉立委、陈廷辉参选人。跟郭信良副议长在政治的结盟上，他们同属于正国会，在地方的选举的场合，都由郭信良副议长他负责上台背书。那安尼这么好的政治革命，这个政治资源的结合，未来如果他当选了这个台南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南市长，是他在执政，还是黑面在执政？咱要选一个好的市长吼，就是要经过咱的社会检验。伫社会检验呢吼，像管天刚的这个贪污案件，到尾手咧吼，伫这个地检署起诉，地方法院判无罪，高等法院判无罪。伫这个过程呢吼，郭信良副议长呢吼，伊去甲管天刚这个提钱。这是一个事实，虽然法院判无罪，但是咧伊嘛应该爱出来甲社会讲清楚。针对4位议员指控，副议长郭信良需要也伫办公室对外说明，伊讲关电更替事件是私人借贷，但倒是黄伟哲助理事件，爱家己讲好清楚。我在关天刚里面所借的任何1毛钱，我都有还给人家了，而且法院也判我无罪了。你拿出来检视，好，那黄伟哲委员，你向牛头牌拿了钱，你有没有还够人家？我的已经还了呢。再来，《镜周刊》所报道最近一件3000万的事件，那么我有掌握了相关的证据与资料。这个3000万交款的地点是在你国会的办公室，人、事、地、物、时间。金额都有，你应该出来讲清楚，坦然面对，任何人都不能够代表黄伟哲委员你本身。捍卫台南价值，捍卫台南价值，拒绝黑面执政，拒绝黑面执政。副议长强调，4位议员反对执政，到底是对手着急，也是因找唔到对象。郭信良强调，伊并无要参与后一届议长选举，呼吁同志唔通找唔到对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距离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只剩10几天，参选人黄伟哲选伫个初5开工日，由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子弟兵立委林俊宪以及多位议员甲参选人陪同进行车队扫街拜票，并且发出延续赖清德支持黄伟哲的口号。距离民进党市长初选愈接近，竞争就愈激烈。有立法委员，同时也是行政院长赖清德子弟兵林俊宪所带领的赖清德竞选团队，20号全部进驻黄伟哲竞选服务处，希望在最后15天全力冲刺。市长选举只有一位，我们一定支持最好的。我们认为只有黄伟哲才可以延续赖清德青年勤政爱乡土的精神。所以在最后选举到民调关键的15天，赖清德过去的辅选团队
老朋友、老战友，还有他的后援会，我们会请求大家总动员，来全力支持黄伟哲。选伫农历初五，同时也是开工日，黄伟哲竞选团队全部动起来。面对对手不断的抹黑，黄伟哲强调，这拢是对手调故意放消息，要互人卖当选。如果对手有掌握，就去发言过。这个事件其实本来就跟我没有关系，硬要把我扯上这个关系，原因就很简单，就是因为选举到了。如果这个事件是一个所谓的收贿的事件，我们相信这个部分检调司法绝对不会轻重，也不能轻重。掌握了人事时地物，那就请向这个检方来选举。我们相信选举剩下15天，用这样的方式不实的资料来抹黑，我觉得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意图影响选举。那我们觉得其实大家试想，中间有所谓的人事时地物，如果有这样子的话，请问金流是什么？金流是从某个人流向我的助理，还是从我的助理流向某人？这部分其实我的助理应该他也必须要他已经向检察官检调来提告。那这样子地检署已经提告了，所以我相信让司法的归司法。伫整个誓师完成，现场也画出延续大清的支持黄伟哲的口号，需要一家人进行市区车队扫街拜票，由南区出发，一路沿着金华路到府前路，受到市民热烈欢迎。台日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今仔日初六上午，议员陈义珍创全顶5位议员，这是针对黄伟哲竞选团队的助理，用剪接过影片伫网络顶面黑白抹黑，来表达不满甲痛心，呼吁党中央要赶紧阻止这款选举的歪风。民进党5位议员上午召开记者会，针对过年期间另外一名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竞选团队助理，透过通讯软体将剪接过影片散布对陈廷辉不屑抹黑甲负面的攻击，来表达痛心，也为陈廷辉感觉不甘，因呼吁参选人唔通为着民调来散发谣言，并呼吁党中央赶紧阻止这款的选举歪风。以免支持者失去信任，非常的不舍哈，跟痛心哈。那在整个本来应该非常欢乐的这个农历新年，结果因为廷飞的民调直升哈，所以充斥了所有对手的抹黑、谩骂跟谣言哈。那我想我们在这边哈，我们也是要呼吁哈，我们的对手阵营哈，不要因为民调陷入焦灼，就打出这样子的乌贼战术。那也要呼吁我们的党中央要立即出手，来遏制这样的选举歪风，不然呢，我想会让我们所有民进党的支持者失望。这一次让我们痛心，在大年初2，在我们可以在脸书上，这个黄伟哲的团队里面。不断的去散发，在这个群组里面不断的去散发，那么意图影响大家的一个想法。那么最明显就是一个有一个剪贴过、剪辑过的一个抹黑的一个 DV 这个影片。那么透过这个李小红他以前是陆美琪的助理，现在是担任黄伟哲团队的秘书。李小红包括黄信汉也是在新丰团队黄伟哲的新丰团队担任秘书。那么在过年这几天，不断的散发。那我们真的要问赖院长3声5令，这是一场党内同志的君子之争，千万不要去攻击，也不要抹黑。那他们到底把话听到哪里去？议员罗慧媛、陈秋平甲林志聪也表示，无希望市长的选举造成社会不安，强调参选人提出对市民好的政见，才是上重要的。对此，因也已经将抹黑影片提送党中央，希望党中央会当有所作为，让这场市长初选会当回归到政策顶面。但新闻早上张伟忠采访报道。
另外，争取民进党提名黄伟哲，上午甲同款是参与学生运动加入政治的立委钟嘉宾等人，做伙发表以学生运动为主题竞选影片。黄伟哲表示，希望结合野百合世代力量，接棒团成。甲市长参选人黄伟哲同款拢是26当前野百合学生运动出身，需要转往政治路的立委王嘉宾，看到台南市长初选真加厉害，上午特别对屏东前来替黄伟哲加油打气，希望将过去无共世代学生运动迄款突破围权、坚持理想的精神，做伙汇集伫台南。野百合过去。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大家能够再重聚，这个不谈这个严肃的议题，大家可以谈一些轻松过去的议题。不过现在在选战当下，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眼光要看在台南，看见在整个台湾。因此，我们觉得其实今天很开心，也很窝心，有野百合的老同志来跟我加油打气。那我们未来也一定努力。来把野百合的精神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发扬，这点我们是持续努力以待的。距离3月号开始的民进党内市长初选民调愈来愈近，参选人黄伟哲都要召开记者会，发表以学生运动甲社会运动为主题竞选影片。嘛，而这现任议员甲议员参选的小厅，针对初选伫过年期间议员纷纷扰扰，表达遗憾。黄伟哲表示，希望伫初选确定以后，对着选举期间的指控、纷争，都要向市民讲清楚，强调日子会当过去，不过真相一定要还原。电新闻顾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客家音乐。今麦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客家小调《桃花开》。小邓老师，哎嘿，小晴，哇，小邓老师，今天我们摄影棚好热闹，好特别，好有气氛哦。哈哈，唔错啊，今本日你好客之家天师后院啊，我来留观众朋友来介绍客家传统的小调歌曲哦。客家传统小调歌曲，我听过《天公那路水哟》。小邓老师是类似这些歌吗？哈哈，你的小琴啊是在动腔哦，小琴差不多要变到客家童谣。今本日我来介绍客家小调的歌曲啊，根据历史的记载，客家人大约係從清朝乾隆年間啊，就填晒到土種苗掠條素材，大部分呢都係來自嘉應族、
台湾的个三角菜茶戏，所用的语言啊，就是四言腔，也就是嘉义族客家人所用的客家话。自从那个菜茶戏呢传入台湾来以后呢，慢慢的流行。到个前面民族嘅世界啦，就有当道嘅戏班嚟来成立咯。嘅戏班咧一到啊，就會有上漲，會有競爭。各戲班啊，含起以呢個民謠為基礎啊，有嘅就用呢個山歌來編歌詞，對拍來做戲。嘅有到呢，佢哋就會用呢個小調來對唱，加上對拍來表演。兩種形式啦，都係以粗單來小難挑琴為主。哇，太棒了哎！观众朋友看到今天的节目真的是赚到了，原来客家小调的历史演变这么有故事性哦。小琴講嘅冇錯哦，就以呢個現例來講呢，牛島小調啊，只係受到你大陸、韓國、台灣嘅好多歌嘅原出名嘅歌謠，等等多元文化嚟影響。嘅影響最大嘅啊，就係放棉花運動。日本人來統治你台灣嘅世界啦。各類型嘅茶戲啊，都會受到打壓，食材有啲嘅打賞。不過啊，好多啲民間人士呢，利用農閒嘅時間，挖靠民謠演唱嘅方式來保存呢條客家山歌、客家小調。一直到啲民國40年以後呢，各種戲劇將重新來復興起來。各種嘅菜茶戲也漸漸的鬧熱起來。小曾老師，那這麼說呢，不管是客家的山歌啊，或者是說客家的小調歌曲呢，它應該是民間最大的娛樂功能哦。錯係網友啲嘅收音機啊、電視機以前呢，民間戲劇嘅發通啊，做嚟講係大家聯沙村莊間嘅交流往來，大家來坐定看戲啦，對傳統社會嘅間中人來講啊，係當然地嘅社交嘅發通之一咯。我已經迫不及待了，要來欣賞客家小調歌曲咯。以下出來介紹你哋嘅經典嘅客家小調嘅歌詞。所謂經典呢，就係認識客家小調呢，桃花開呢首歌啊，係別學嘅曲調哦。以下出來講歌詞：桃花開來菊花哪裡旺？阿哥來相妹身上兩三行。一上來曖昧豔陽哪裡正？二上來曖昧雙眼哪裡藏？妹爭妹，三上曖昧救命哪裡放啊得用？心肝阿哥年幼威眼昂，阿妹嘅身上哪有嘅兩三行？百貨店內真有豔陽正，木箱嘅店內真有嘅雙眼藏。個真個藥店真有救命房，哪裡放啊得用？桃花開來菊花哪裡旺？兩人來牽手笑洋洋，阿哥來真心對妹好，將來見神好鸳鸯，好真好，將來結成好鸳鸯啊得用。桃花開來菊花哪裡旺？阿哥來小妹身上兩三行，人相來曖昧人容哪裡正？你相來曖昧相眼哪裡藏？妹爭妹三相曖昧救命哪裡放啊得用？推動友善校園，副市長張建元喺學校開學嘅第一天，特別整容家長高中，甲全校師生進行宣誓，呼籲大家愛反霸凌，和學習環境更加安全。加濟高中學生用熱情充滿活力嘅舞蹈來表達出反對霸凌嘅決心。喺今日開學嘅第一天，全台南市各學校攏宣導友善校園嘅重要。
副市长张正元下午也亲自来到嘉义高中呼吁，显示市府赢做友善校园的决心。反霸凌，我想霸凌这件事情在校园里面很重要。我们要反霸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那刚刚的短剧演得也很清楚。当我们发现校园里面有这样子的霸凌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不但当事人要站出来，同学们也要勇敢地站出来，要协助，要通报，务必要让这个事情，霸凌这件事情能够在校园里能够绝迹。为着要宣导友善校园的观念，学生也制作了一个海报，希望借由安尼方式，让更多人来了解，要安怎来营造一个快乐又个安全的校园环境。咱的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份的天气，温度17度到21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2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